殿下，大王怎么说？快告诉我，快说呀！殿下，大王到底答不答应啊？野有蔓草，零落团兮，有美一人，轻摇惋惜，邂逅相遇，是我愿兮。你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吗？就是说呀，这些青青的小草上缀满了晶莹的露珠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和我站在这花园里，她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让我一见倾心。刚才我在骗你呢，父王没有反对，只是要等我去接齐国的公子杨松回来。殿下，你真坏，吓死秋蝉了。殿下，你真的会娶我吗？怎么还说这样的傻话？我当然会娶你，现在娶你做王妃，等以后我做了大王，就让你做王后。那等你做了大王，不需要那么多的嫔妃。有美一人，足矣，足矣。做了1个多时辰了。为什么？昨夜他和大王睡在夫人的寝房里，可是今天他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哼，让他随我来。今天你就暂且住这儿吧，以后是回到婢子们住的下房去，还是能拥有一所自己的寝宫，就看你肯不肯按我的话去做了。奴婢明白。姐姐，睡了吗？那我们起来说说话吧。你想说什么？其实甘宁宫也没那么可怕，这么大个房子，我们自己吃，自己住，无忧无虑，多快活呀！姐姐笑我说傻话了吧？这是冷宫，这是别人不来的地方，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，虫蛀的菜。可是这比我在家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呢。你家里很苦吗？小的时候，因为一场瘟病，爹妈就都死了，只剩下我和妹妹。族人看上我家的几间房子和2亩水田，就把我们骗出去，送进宫里。进了宫，因为小，不能去侍房嫔妃，就把我们留在膳房做杂活。
再然后，妹妹也死了。姐姐，我心里有个信念，请求姐姐答应。好，我都答应。那往后让我一直跟着你，行吗？往后会发生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怎么能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就算是火坑，我也跟定了你？为什么？因为自从来到吴国，你就一直很照应我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早就是我的姐姐了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安心，我就快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们永远都不分开。快睡吧。就是这些，奴婢打探的就是这些。这个西施竟敢这样冷淡大王，哪怕到了甘霖宫也不肯回头，真是怪了。听喜子说，从广阿宫回来，大王又问过他，可他还是要回到甘霖宫去。女人如此不顾性命的执拗，必有原因。王后不是问过他是不是另有喜欢的男人吗？看来他的确还是在恋着那个人。翠儿，这件事情你要想法子打听清楚。是。大王终于肯派友儿去担当国事了，这倒是个好兆头。是呀，大王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立殿下做储君，这是一定的。这件事不能大意。他什么时候出行？就这2天。他身边的那几个贴身侍从，我总是不放心。翠儿，你在我这挑几个能干的派了去，远离都城，绝对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。是。比起立储，别的事都是小事。宁妃和公子千雍这几天怎么样？听那边宫里的人说，宁妃还在病着，平时很少能看到公子千雍。他在干什么？是在读书吧，没有什么非常的事情。千雍比友儿小2岁，应该正是淘气的时候，怎么会很少见到他？翠儿，我要去见见宁妃。已经交更了，王后。2个儿子，1个储君。过去千雍年幼，加上宁妃多病，我就没有放在心上。现在不同了，友儿大了，千雍也大了，不能掉以轻心。王后多想了，千雍殿下自幼顽皮，没少受大王的呵斥，怎么能和友儿殿下比呢？再说宁妃不过是普通的嫔妃，更不能和王后相比。不要说了，跟我去看看吧。翠儿，你让他们都回去，你来为我提灯引路。是。王后慢点。
像是有些太晚了。是呀，王后这一天也累了，还是回去歇着吧。什么时候了还来敲？小的不知道是王后，请王后恕罪。小的这就去通报。不必了，闪开。夫人，夫人，王后来了。王后，妹妹病着，不必多礼。快请王后坐下来。这几日好些了吗？谢王后惦记，已然好多了，只是有时还是气喘得很。明天我再叫翠儿给你送些好药来。这么晚了还劳王后姐姐来看我，不是有什么事吧？没什么。千庸呢？他睡下了。我去看看他。不，何必劳动姐姐？明天我让他。我不会吵醒他的。多日没有见他，看上一眼，心里也高兴了。小殿下还住在那间房里。殿下他……王后姐姐。是我骗了姐姐，千庸，她不在宫里，不在宫里，她太贪玩，太淘气，我这身子又一天不如一天，实在管不得她，就让她到我哥哥家里住上几天。不在宫里就不在宫里，还值得编个谎吗？送她出宫本该禀报王后，可我……算了，不过明天务必要把她接回来。越是淘气贪玩，越是要严加管教。虽然他不是我的亲生，可也是大王的骨血呀。姐姐说的是，明天我就接他回来。那我就回去了，你歇着吧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啊，夫人。为什么要瞒我？撒谎必定有撒谎的原因。王后，依奴婢看，令妃的身子怕是拖不了多久了。这正是我最担心的。王后担心什么？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更会拼命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谋划将来，说不定也会使出什么手段来。千庸绝对争不过有儿殿下。他们两个的年龄正是日新日进的时候。千庸的心智并不比友儿差，只要友儿稍有懈怠，不是没有败阵的可能。夫人，去见千庸，告诉他明天大殿下要去边陲迎接齐国的公子江聪。是。你要他一定前去送行，而后再到我这里来。是。乱而持之，强而避之。兵贵胜，不贵久，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殿下，夫人派人来见你。进来。殿下，什么事？夫人说明天大殿下要去边陲迎接齐国的公子江聪。哦。夫人要您一定要前去送行，而后马上回到宫里去。替我回应母亲，就说我知道了。是。友儿，父王叮嘱你的话都记住了吗？儿都记住了。做事要专注。出门远行，起居饮食，自己要好好料理妥当。哎，放心吧，父王。
哥哥，哎，千庸，父王、王后，我来给哥哥送行了。想着你会来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会太久。哎，你藏着什么啊？你看，小兔子，你才刚出生没几天，真可爱。咦，你看，友儿，啊，时辰不早了，启程吧。父王、母后，儿臣告退。恭送大殿下。翠儿，吩咐个可靠的人，看看小殿下整天在忙些什么。是。王后，快点进去，大王在等你。大王。哦。哎，快起来，起来再说。奴婢谢谢大王。说说，这2天都听到了些什么？王后宫里的人说，昨天半夜3更，王后去了宁妃的寝宫。半夜3更，去做了什么？不清楚。今天一早，宁妃宫里的人说送来要洗的衣服，王妃袍子里塞着块带血的帕子。这么说，那个宁妃病得不轻了。说下去。再有，公子友刚刚出宫，说是去接一个齐国的公子。再有，公子千庸从国外回来了。他不住在宫里了吗？他的衣服早就不送过来洗了。宁妃宫里的人说，他好像住在别的地方了。大王，我说的这些有用吗？有用，非常有用。你要继续打听公子千庸的情况。另外，如果公子有把齐国的客人接回来，你更要打听他们在做些什么。奴婢知道了。不错，你做的真的很好。将来奴婢能跟大王回越国吗？能，当然能。回到越国以后，你要什么寡人都会给你。真的？你想要什么？奴婢只是不想再做宫里的洗衣服。这个自然。你立了大功，还想要什么？只管讲。寡人说了，不管你要什么，寡人都会答应。你做的一切，是为了救越国，救寡人。回到越国之后，寡人会纳你为妃。你不相信？奴婢谢谢大王。喂。您病了还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。
真的没有。真没有，就是累了，歇会儿。大王呢？那也没事儿。别去！将军，别去。为什么？你听我的，我叫你别去就别去。回自己的住处去吧。王后，妹妹，不必失礼。王后，我，谢谢你，做你该做的，做你能做的。我们该谢谢你。王后，你放心，大王说的话都作数。回到越国，封你做嫔妃。王后，去吧。我们的复国大计需要人手。大王说的对，需要这么做，也应当这么做。特别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样的逆境当中，这样做还能使大王赢回做王的信心和豪气。雅玉觉得这是好事啊，大王应当理直气壮。委屈你了，我的女人。这是应当应分的。我是大王的女人呐。哼，男人们，但凡做点事，都不是东西。孩儿拜见母亲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几天不见，你像是又长壮了，长高了。母亲，你的病好点了吗？没事，好多了。那母亲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是什么事情？昨天夜里，王后突然来看你，自然她是以看我为名，可是我知道这只是借口，我怕她是盯上你了。难怪什么？刚才我回来的路上一直有人尾随。母亲，母亲，没事吧？但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你和你哥哥都大了，李斯的事就在眼前。王后为了力保她的儿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可是，我知道哥哥重情重义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事不在他，在他的母亲。王后会这样坏吗？王后慈眉善目，我待她也向来敬重。你错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母亲，你知道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？就是他在给我的补品里下了毒。如果不是我起了疑心，如果我把那些补品全部吃下去，我们母子早就阴阳两隔了。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父王？你父王一直相信王后，真的闹起来，我们没有证据，一切只会更糟。庸儿，母亲，我是要告诉你，眼下千万要小心，不能让王后看出一点你心高志远的迹象。另外，出出入入多加戒备。母亲，你被害至此，都是因为千庸。总有一天，千庸要为母亲报仇。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好啊，好，快跑，左边，快，左边，右边，快跑，小兔子，这兔子是你的，喜欢吗？你是谁？那你是谁啊？好，让我来猜猜看。眉清目秀，还有这说话的声音，你是从越国来的吧？你猜对了。哎，那你猜猜我是谁？我在那边就已经听见了你的笑声。你在这王宫里这么快活，是大王的亲戚吧？亲戚？我猜的不对吗？没错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孟瑶。孟瑶，太好听了。你住在哪儿？甘霖宫。甘霖宫？那么怕人的地方？你怎么会住在那儿？你就别问了。虽然我不能像你那样无拘无束的跳啊、唱啊，可是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无拘无束。是啊，我也很满足。哎，要不咱们交个朋友吧？我是个罪奴。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罪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就是朋友。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愿意。大名，今日总算是相见。我也是早闻大名。哎，原来咱们两个年龄相仿啊！啊，这是我的门人孟琪。孟琪见过殿下。好。殿下好眼力。秋蝉，
这事南庄帮不了你了，快来见过公子江从殿下。秋蝉见过公子江从殿下。这是。哦，请殿下在这边小憩片刻。父王派来迎接殿下的伯嚭太宰即刻就到。好，这边请。请。请。梁凤兄，请。请。怕是我们前世有缘，怎么今日初见，就不觉得生疏呢？是啊，你的一身豪气，让我一见就喜欢。好，那本殿下就认下你这位贤弟了。好，那我也认下你这位兄长了。实不相瞒啊，为兄当年也有这么一个相情相悦的姑娘。可是后来怎么了？江同修，不必伤心。吴越多美女，小弟一定会帮兄长物色一位绝色的姑娘。哦，公子殿下，殿下，太宰大人他们在前面等候。好，江同修，我们走吧。请。怎么那个秋蝉？啊，是我让他跟在身边的。哎呀，这可有失妥当。现在正是要紧的时候，公子殿下绝对不能够因为儿女私情而惹得大王心生不快呀！太宰多虑了。江同修，我吴国的攻势和齐国相比，如何啊？世上，齐国数次领罢诸侯，我到过齐国的都城，那可是气象非凡呢。姐姐，快走啊！好一位佳丽呀！这是我王新纳的嫔妃。怎么大王的嫔妃也要亲自将其衣裳吗？请，江同修，请。姐姐，怎么啦？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人，可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呢？哎，人家说那是从齐国来的客人，有可能是你看错了。哎，那是谁？裘善将军。末将叩见大王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在这里就不要这些礼数了，把人忘得越干净，心里越好受些。这是文仲大夫给大王和王后送来的。是什么？是平日大王最爱吃的。哇，细沙猪油粽啊！还有煎蛋糯米糊，还有珍珠丸。这些家乡美食，把人梦都梦不到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吃，来，好，好香啊！
今日特为公子江聪殿下接风，大家举杯。谢大王。干！请。请。奏乐。大王，臣敬一杯。大王，怎么没看见武相国呀？相国对寡人说他身体不适。昨天我看见他还气壮如牛啊。这也难怪，他对大王扶持江聪一事早有依据。寡人想做的事，他要没有意义那就怪了。大王请。江聪兄，这些菜都是我吴国的名菜，你品品看。谢谢贤弟。来，请。根据婉婷所报的种种情形，范将军以为，末将以为，现在最要紧的，就是齐国公子江聪来吴。如果夫差真的能够帮助他登上王位，那吴国就因此得到一个强大而忠实的盟友。范将军说得对，倘若吴齐联盟，我们越国兴复的希望就更加艰难了。范将军，夫差真的能够帮上公子江聪吗？这很难讲。不过眼下的齐国为立嗣的事纷争不断，景公的几个儿子彼此势如水火，这其中公子江聪的能力和势力都是最强的。如果吴国能够全力相助的话，不能说没有成功的可能。我们要横刀断流阻止他们，这恐怕很难吧？只靠我们当然很难。可是夫差的这个打算必有反对之人。你是说伍子胥？伍子胥与齐国关系很深，他一直主张吴国先向南扩张，而扶植公子江聪一定会得罪齐景公和那些公子们的势力，从而引发吴齐两国间的战争。战争，吴齐两国间的战争，这对我们不是坏事。要想削弱夫差，削弱吴国的国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战争。范将军在。你们的话我有些听不懂。支持公子江聪，我们怕吴齐联盟；可是支持公子江聪，又可以引起吴齐大战而削弱吴国。究竟怎样才好呢？这要视情形的发展而定。所以末将建议，大王请裘善将军立刻返回越国，要文种大夫火速派人潜入齐国，仔细了解有关公子江聪的一切。好吧。大王，末将尽快返回越国。可无论做何种选择，我们还是缺少一个能够左右或者扰乱夫差判断的人。寡人寄希望于西施的身上，可是到了今天，还没有任何进展。这西施恐怕难能一用了。我们应该全力帮助郑旦得到夫差的恩宠。对。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如果西施依旧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夫差的宠爱，我们就让他从夫差的视野中消失，也好为郑旦谋出机遇。大王，不知还要等多久啊？3天。公子殿下，大王，下榻的事都安排妥当了。回父王，妥当了。多谢大王如此款待。这是我的门人孟琪，他是越国人，师从孙武先生。孙武先生的门下，那想必是位通晓兵法的人才。寡人安排了场阅兵，正好听听这位孟琪将军的指教。孟琪不才，承蒙大王夸奖。太宰大人，武相国派人来说，他有病在身，不能前往大营调兵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大王，车驾已备下。公子殿下，寡人亲自陪你上阅兵场，看看我吴国兵将的风采。
多谢大王，请。太宰大人，吴相国派人来说，他有病在身，不能前往大营调兵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大王，车驾已备下。公子殿下，寡人亲自陪你上阅兵场，看看我吴国兵将的风采。多谢大王，请。相国所为都是为了吴国，为了大王。君子坦荡荡，既然没做错什么，相国，你就别再如此煎熬了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毕竟这场阅兵是做给齐国公子江聪看的，老夫这么做，唯恐伤了大王的颜面了。连齐南进一直是相国所坚持，大王这样做势必会激怒齐国。相国若是稍退一步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说的对呀，老夫断定这件事是薄皮的主意，绝不能让这个卑鄙的小人蒙蔽了大王。相国放心，大王对您的尊崇之心还是有的。只要相国您坚持，大王是不会一意孤行的。大王，刚才伍子胥派人来说他来不了。伍子胥抱兵在家，他没有下达阅兵的指令啊。没有他，寡人就阅不了兵吗？你去大营，恐怕去也没用。那调兵的琥珀在伍子胥手上。寡人亲自去大营。哎，大王，公子殿下，统兵的相国出了点状况，请你在这稍后，寡人去就来。大王请便。不好了，大王刚刚陪同齐国公子江聪到了阅兵场。什么？大王见阅兵场空无一人，大为震怒啊！嘿，我原以为大王会顾及我的反对，小心行事。他怎么能这么执拗啊？难道非要逼着老夫当面和他拼个高低吗？相国稍安勿躁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带马，相国。贝利先生说的对呀，这件事狂躁不得。老夫毕竟是受了先王的嘱托，何况忠心事国，别无二心，没有必要和大王撕破这张老脸，让他失了颜面。唉，还是去阅兵场走上一遭吧。小龙在。知道，快给营中调集侍卫，赶往大营。调集侍卫？大营中的部将都是伍子胥的亲信，大王又没有调兵的虎符，万一他们抗命，快去！小龙明白了，走。相国，相国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大王要亲自调兵校阅，正在赶往大营。什么？哼哼，好嘛，既然如此，老夫倒想看看，大王没有调兵的虎符，能不能调动一兵一卒？什么人？连寡人也不认识。什么寡人？睁开你的狗眼！把门打开！这是军营重地，相国有令，没有出入要买，谁也不能放行。把门打开！打开！小子，小的不知道是大王啊！还落死的吗？赶快把辕门打开！是，开门，快开门呐！末将参见大王。谁在这里主事？回大王，末将今日当值。马上点3天假时，赶往阅兵场听候教育。
话你没听见？请大王出示调兵的虎符。寡人可用得着虎符？相国再三严令，没有调兵的虎符，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动这大营中的一兵一卒。大胆！不是大王所知，现在大王亲自发令，你敢不从吗？可是相国曾告诉末将，没有印信不能调兵，也是大王所定。还敢狡辩？快，应尽击鼓！太子大人，恕末将不能从命。开门！把门打开！走，跟我进去。大王，敢抗我命，杀无赦！尊嘛！哎！大王亲自前往那里，是个好兆头。我看相国还是出面为好，万一他在报幕下开了杀戒，不会。大王明白，这举国之兵大都是相国的旧部，他不会冒着激起兵变的危险铤而走险的。启禀相国，大王到了大营，宫里的几十名侍卫也赶到了那里。现在怎么样？帅帐里剑拔弩张，没人敢近前。我见认为相国的机会来了。只要大王动手，末将就去先个鱼死网破。闭嘴！你老夫的甲胄来！相国早该如此了。大王怎么独自一个人？寡人出来散心。我的李飞沙把他们都甩在后头。既然来到相国府，寡人就进来讨杯水喝。哈，大王请。大王请坐。相国一身甲胄是要去？哈，听说大王阅兵，原本抱病在身，向大王告假，可后来一想不妥，正想前往大营。相国既然身体不适，就不勉强坐了。谢大王。听说大王把齐国公子江聪接到东府。两国交好，是伯嚭接他来走。好啊，两国交好是好事。老臣还请大王切记，眼下我吴国的敌人在南而不在北，不要冒险得罪了齐国。得罪齐国？大王的心思臣明白。扶持公子江聪，可是一步险棋呀。他这个人虽然是齐国的长公子，可他志大才疏，也容易被人左右。哈哈，相国的话自然是对的。不过接公子江聪，这是伯嚭的主意，寡人并不好协商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真是好茶，好茶。大王，公子江聪既然来了，自然该视为上宾。如果需要老臣做些什么，请大王只管吩咐。对，不必不必。一个半大的孩子，
不劳相国费心。寡人的随从到了吗？回大王，都在府外候着呢。好，茶也喝了，法也解了，寡人该回宫了。好，走吧，大王。相国，刚刚大营来人说，军将们不见虎符，不肯调兵，激怒了大王。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，大王突然离开了大营。大王这是要干什么？大王最近的心思越来越难以琢磨了。有什么难以琢磨的？今天的事是好事。好事？这大王怒而不发，正好说明他更懂得制怒，更懂得沉稳，更懂得利害轻重。不过这件事化解得如此之快，还是令人疑惑。倘若这其中有诈，哼哼，老夫替先王看管着吴国，可取而不取，可夺而不夺，他还不满足吗？兵者，诡道，近而视之远，远而视之近。避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时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强而避之。殿下。知道了。是你啊？还记得我？你是大王的亲戚，我怎么能不记得？你也这么喜欢兔子？喜欢。我住的地方还有一只兔子，那只送给你。真的？你不是住甘宁宫吗？那儿地方大，正好可以养它。太好了。小奴叩见王后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加油！跑，就跑，就跑，跑啊跑跑跑，好，快，走走，那边走，那边走，快快快！夫人，要不要出去看？不要作声。哎，走，头扭过去了，头扭过去，快快快，攻击攻击！头扭过去，快快快，攻击攻击！让他收手。你好，你好，看他是不是？快快快，这边这边，冲！母亲，他是谁？是越国的一个小罪奴，叫孟瑶，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。奴婢给王妃叩头。去吧，秦雍，你过来。哎。你不是大王的亲戚啊，你是千雍殿下。嗯。母亲，婴儿坐。我知道他上次没有见到你是不会放心的，所以才急慌慌地叫你回来。儿明白。幼儿一天天得宠，我这心就像悬在了半空里。母亲不必多虑，儿最近正在读《兵法史记》篇，母亲看我背的对不对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视之不能，用而视之不用，近而视之远，
远而视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。大王您放心，臣已经找了一个托词，没有让公子江聪看见相国在刁难大王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臣已经安排他到馆驿歇息去了。传寡人的话，今晚在大殿设宴款待齐国公子。是。叫勾践和范蠡前来为寡人助兴。臣这就去吩咐。寡人过来讨一杯羹，这活儿应该寡人来做。我这里可只有一些白饭和几叶菜蔬，秀色可餐。只要是你做的饭，不必丰盛，无论是什么都好吃。大王，小奴去哪儿？闪开！好了。好吃啊！谁在？你看寡人像不像是一个刚种完田回家的农夫？不，寡人备尝帝王之乐，其实这是农家之乐，才是乐中之乐。大王错了，农家要交赋税、服劳役，说是苦中之苦，还差不多呢。不然，寡人要是有你这样的姑娘为伴，寡人甘愿做个农人。你一个大将军，哪吃得惯这里的粗茶淡饭啊？如果真能在这儿过上一辈子，我岂不是这世上最有福气的男人？这么说，你愿意在这儿留下来了？我盼着那个问题。大王，天快黑了，离晚宴不到1个时辰了。看看，寡人差点忘了一件大事。今天晚上我在大殿宴请齐国公子，寡人到这是希望你挑一段乐舞，宾客肯定喜欢。大王的吩咐，悉是遵从就是了。只不过这乐舞要2人跳才会好看啊。随你。那我就叫正旦同舞了。好，寡人答应。大王驾到！恭迎大王！这是武相国，我吴国的砥柱忠良。见过长公子。见过武大。公子殿下，请这里落座。谢大王。
知他们？太宰能否引荐一下？哦，对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他。不见，这是齐国公子殿下的门人孟琪，他也是你们越国人。小民孟琪，叩见大王。寡人惭愧，如今已然沦为罪人，不必这样称呼。这位就是你想见的范蠡范将军。小民仰慕范将军已久，不想将军。哎，范蠡徒有虚名，孟将军见笑了。太宰大人，孟琪不过是殿下门人，不便上座，不如暂且坐在这里吧。好，请便。谢太宰。江通敬大王一杯。干！来，喝。好。范将军，孟将军，我们见过。是，在祝罗山。你是西施姑娘的朋友。范将军，我刚刚来到吴王宫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会成为夫差的嫔妃？一言难尽。我怎么才能再见到她呀？驿馆就在公园里，我想总有机会。郑大，我们总算又见面了。你们去吧，我们姐妹要一起做些准备。我怎么听说你还是不肯离开甘宁宫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夫差已经封你为妃了，你又何必受那样的罪呢？我就是委屈不了自己的心啊。其实，他这样对我已经很不错了，而且我又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对呀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执拗？我也不知道。只要一面对他，我就会想起范蠡要我做的事，还有大王要我做的事。我不能委屈了自己，又欺骗了他。你心里还在恋着范蠡？过去是，现在……那你就是喜欢上夫差了。只有喜欢上他才会这么想，才会这么在意他呀。你说呀。先不说我了，那你呢？你对他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也许算是喜欢吧。不过这和喜欢阿牛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和阿牛在一起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，从没想过别的。可和夫差，你知道，连咱们的生死都攥在他手心里，上天入地全在他一句话。这么说，你喜欢的不是他这个人，是他能给你的一切。喜欢不喜欢他不要紧，我整天想的是他能不能喜欢我，能不能像对你一样把我封成他的嫔妃。那勾践大王，还有文种大夫让你做的那些事呢？那些事能比咱们自己的事更重要吗？我真后悔生在越国，连国君和王后都给人做了刷马洗曹的罪奴，还有心思想什么复国复仇啊？他们给人家刷马洗曹，我们给人家歌舞助兴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那怎么一样？你是嫔妃，他们是奴隶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如果你心里不这样想，你怎么不拒绝呢？我听说按照规矩，大王的嫔妃是不会为了客人歌舞助兴的。如果是作为一个嫔妃，我自然不会答应。可如果是作为一个朋友呢？朋友？快快快！月光都备齐了，大王和客人们就等着两位姑娘献舞呢。走。来，奏乐。
师妹，师兄，师妹，师兄，真的是你！师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还活着？活着，我逃到了齐国。师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为什么？莫奇大哥，郑旦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只顾着看西施，我差点没认出来你，真没想到你们都在这儿。大王，这是我师妹，末将没有想到在吴国的宫殿能够碰见他们。夫人重逢，可喜可贺。西施现在已是寡人的嫔妃，你既是她的师兄，那也是寡人的兄弟。末将不敢。喜子，给孟将军在台上设座。谢大王。奏乐。齐国公子的门人叫什么？孟奇。孟奇，他是上天给我越国的一个宝物。当真？所有人都看见了。让他们继续盯在那儿，有什么事情立刻回报。是。身体有些不适，先行告退。大王，武相国他。魏姬夫人找你有急事儿。这么晚了，改日吧。改不得，魏姬夫人有要紧事儿，一定要立刻见你。太晚了，老夫不便在后宫留连。况且魏姬夫人找我必定是家事，老夫更不便过问。相国，您不能不去啊！好个不懂事的丫头！相国不去，奴婢死也不松手。闪开！相国，魏姬夫人的事不是家事啊。那是什么事？夫人求相国救救大王。你说什么？
求相国，救救吴国，救救大王吧！西施，师兄妹难得一见，替寡人和他喝一杯。去。师兄，师妹，我敬师兄一杯。大王，我再敬您一杯。师妹，保重。你去禀告夫人，夜已深，老臣不便进去说话，就在此恭候。相国，夫人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吗？别的事等着，这件事等不得。如此，夫人请讲。这一夜，大殿里的乐声从未停歇，这乐声听得我心里心急如焚。要是大王再这么执迷不悟，我吴国的大难他就在眼前了。后宫佳丽无数，可没有一个像西施那样把大王迷得不辨忠奸、不顾礼法。相国，请想，这个刁妹不过是越过来的一个罪奴，而且分明是内勾践送来迷惑大王的。可是大王他竟封她做了嫔妃，还同她一起在甘宁宫的院子里烧柴做饭。怎么？有这种事？何止这些！为了讨那个刁妹的欢心，大王还在新建的广华宫墙上画上了他家乡的山水。今晚的情形，想必相国亲眼所见。这个刁妹既然做了嫔妃，又怎能为他国的宾客轻歌曼舞？这不是丢尽了我吴国的脸面？相国是国之栋梁，是先王托孤的重臣，只有相国才能力挽狂澜，让大王迷途知返呀！夫人以为大王能听老臣的劝谏吗？听与不听，我相信相国都能想出办法来。这个刁妹绝对不能再留了。除掉她容易，可老臣需要拿出一个令大王信服的理由啊！如果她成了大王的嫔妃，可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，这当死不当死。夫人可有凭证？眼下没有，可一定会有的。已经有人告诉我，这个男人就在吴国，就在我都城之内。倘若我拿到证据，相国能置他一死吗？当然了。谢谢相国。夫人折杀老臣，为国出奸是老臣的本分，更何况是为了大王。我可以告诉夫人，勾践、范蠡、西施都在老臣的生死簿上。哼，总有一天，老臣会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先王。大王的想法，臣已经向江聪殿下言明，殿下十分赞同。大王如此鼎力相助，江聪感激涕零。为了吴齐两国永世修好，殿下不必客气。那位武相国不是抱兵在身，不能调兵校阅吗？刚才所见，殿下见笑了。不是寡人欲成无方，是寡人自服了手脚。请殿下稍安勿躁，过几天请你和寡人一起校阅三军。那太好了。前方是寡人在宫内设下的驿站，专门用来接待贵客，请殿下在此下榻。多谢大王，请。有儿，
儿在。公子殿下住在这儿，要稍有不适，寡人可为你试问呢。父王放心，时辰不早了，殿下还有什么事情？有话请直讲。实不相瞒，我的父王十分溺爱我最小的幼弟，而我的幼弟又在一些文武近臣的簇拥下，充斥实力剪除异己。这股势力一旦形成，便无人可挡，令其他几位兄弟也各有邻国撑腰，对立嗣的事情虎视眈眈。我是怕夜长梦多，有人抢先动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后果难料了。殿下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请你放心，只要你那边一切齐备，寡人定会亲率大军助你登上王位。多谢大王。多好的月亮！范将军，在。寡人刚才说，梦琪是上天给我越国的一件宝物，你解这其中之一吗？想必大王牺牲妙计了。寡人要借西施和梦琪之手，除掉齐国公子江聪。江聪只要一出事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吴齐两国关系必然紧张。这就是我们越国的机会。啊！此计不妙吗？妙是妙，可西施肯定不会按大王的要求去做事的，所以才要借助孟琪，他的师兄啊。何况那位齐国公子江聪，看着西施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可这样一来，不是又把西施往火坑里推吗？你又为他的生死担忧了，不该呀！事到如今，她已经是夫差的女人了。将军何必还这样儿女情长？父王，儿臣告退。大王，臣有要紧的事情向大王禀告。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。喜子，小奴在。你守在这儿，任何人不得擅进寡人的书房。是。杨，这件事情，臣已经思谋很久了。想让寡人猜猜？不，我想大王早已是心知肚明。寡人一直在等待这一天。你说的不错，讲下去。大王，立即命令季雍所统帅的新军从边陲撤回，包围拱卫都城的3座大营。接下去呢？与此同时，调动宫中的侍卫，将伍子胥捉拿入狱。罪名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更何况他在殿上屡屡的顶撞大王，说他有背叛之心，无人不信。将他捉拿下狱，寡人就会名正言顺地收回虎符，重掌兵权。臣就是这个话。胜算几何？只要安排战略，胜算10之8九。就算是拿下了都城3大营，其他各镇驻守的兵马全是伍子胥的属下。大王放心，臣敢以项上的人头担保。收回了虎符，囚禁了伍子胥，他绝不敢兴师作乱。殿下，这是吴国通往我齐国的2条大道。如果殿下在这里动手，吴国的兵马可以随时接应。殿下，我的话您听明白了吗？你讲，你讲。如果有了吴国兵马的接应，殿下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殿下，您在想些什么？你讲，继续讲。从今天阅兵的事情来看，夫差在吴国中远非一言九鼎。他和伍子胥之间
也并非是一日之寒。他若不能给殿下全力的支持，那么殿下还应早做准备啊！准备什么？